而家越嚟越多內地嘅品牌過嚟香港落地啦。咁有時候我哋行喺香港嘅街頭，你都唔知道你而家行喺係廣州嘅一個角落，定係香港。所以你真係想喺呢個階段仲係有機會脫穎而出嘅話呢，我認為你係要快啲去做推廣，因為時間唔等你嘅。我哋而家喺旺角嘅，一路行過去都會見到好多本身係內地牌子，好似元記雲餃啦，或者咩茶飲店，都係好多內地牌子過嚟開連鎖店嘅。所以你仲唔快啲行動起身嘅話呢，可能好快就會俾呢啲內地嘅牌子打沉咗啦。我都仲係好希望我哋香港有好多好食嘅嘢、好玩嘅嘢，或者比較好嘅項目呢，佢都仲係可以出嚟做推廣，令到我哋香港自身嘅品牌能夠再次突破自己或者脫穎而出，可以煥發新機。幫我點個關注啦，你就係自己人啦，後面仲有更多嘅獨家資訊分享俾你哋。